所听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因带咱进入第7月第1个主日，也是第1天。咱伫主的面前，过一摆用伊的话来养持咱属灵的性命，互咱每一位受拣选上帝的囝儿，伫咱徛起的世代，会当兴起发光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极大的恩典赐落予阮。日子经过，是阮所做每项服侍，阮的工作，阮会当伫你的面前，成做主你所欢喜的。过一摆用主的话来帮助阮，互阮徛起黑暗的世代，有主的光照伫阮的中间。主，愿你的圣神临在伫阮的内面，互阮看主的话，领受也得到感动。安尼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日咱所读的这段圣经，已经进入伫第3以赛亚的信息。咱过去有讲到伫以赛亚受呼召第6章。第2以赛亚第40章，亲像鹰鸟体色飞悬，行袂先，走袂夜。今日咱看第3以赛亚的信息，是伫以赛亚书第56章甲66章，也就是讲，狩猎已经倒转到伫耶路撒冷犹大国的人民，开始过着一个新的生活，重视安息日。敬拜上帝、献祭、甲服侍的生活，因为上帝已经应允，已经实现。以赛亚先知带着信心甲望的信息，爱上帝百姓兴起发光。因为过去真长受苦的日子已经过去啊，但新的日子已经来临。犹大国的人民要过一摆勇敢站起来，互上帝阳光照伫因的身上。这是一个复兴的时代。第3节的圣经安尼写：万国要就近你的光，君王要互你的光所吸引。我相信咱读到这段圣经的时阵，我相信咱的心悠然跳跳。这个时阵是咱复兴的时阵，咱已经爱站起来，来为主做见证的时阵。为什么以赛亚先知伫这段圣经内底，爱鼓励犹大国的人民要兴起发光呢？因为这是时代的需要。咱对整个以赛亚书内底通看见，以赛亚受呼召伫4个王的内底来做先知，就是伫乌西亚、约旦、阿哈斯甲西西亚王。第3个王拢是歹王。圣经常常用一句话来讲，这个王是好的王还是歹的王，就是伊有带领全国的人民来敬拜上帝也无。若是一个无好的王，就是常常互各国家伫圣殿的内面，伫遐烧香，伫这个偶像伫神明的中间，总是前3个王拢是歹的王。咱会当伫历代志下卷26章甲32章的内底通看见，因为王无带领全国的人民来敬拜上帝，就人民犯罪欺杀耶和华上帝。也因为安尼，人民伫生活、伫伦理、伫道德、伫败坏的中间。所以以赛亚书第26章20节甲21节，就安尼写讲：我的同胞啊，恁就赶紧入去你的厝内底，把门关起来，暂时爱闭起来，直到伫上帝的受气来消息。因为上帝要对天顶来降临，刑罚世间人的罪。
世间所有凶杀，拢要暴露出来，土地无搁再待死人的生死。伫这个所在，咱看见国家无敬拜上帝，人民伫混乱犯罪的中间，就亲像先知的话讲，这是黑暗夜坎大地。亲爱的姊妹，今日咱所徛起台湾的环境，有时阵也甲以赛亚先知的时阵拢同款，因为咱所选出来咱的总统，并无带领人民来敬拜上帝，用佛教做台湾的主体，用民间宗教做台湾的主体，互人民活伫一个真混乱的价值观的中间，加上咱的国家的前途模糊无明，咱的国家的总统到底要将台湾带到伫什么所在？咱真正唔知影头前的路要安怎行。咱若看见伫台湾生活的人民，好业的真好业，善的真善，失业率愈来愈济，大学生毕业找无工作，那呢？薪资倒退，到伫14年前，在这种真混乱的中间，咱看袂到头前的路障。我一摆通过以赛亚先知来提醒，咱要正做时代的先知，咱要正做咱徛起伫这个社会的中间的一个帮衬者，伫心灵、伫人的物质的顶头。正做一个供应者。伫3、4个月前，有机会甲咱安养中心的蔡执行长，甲咱几位的小会员，咱的长老，到伫新北市柯副市长的所在，真关心伫咱新庄的土地，是毋是会当变更，会当搁较大、搁较舒适的所在，通过社会服务。来关心伫社会所需要的，伫新北市柯副市长真重视咱少年教会，对咱台湾整个社会，咱的关心，咱的付出，特别伫儿童，特别伫这年长者的照顾。伫讲了的时阵，因过一摆。希望咱少年教会会当搁一摆关心伫整个社会变迁的过程内底，失业的人真济，自杀的人也真济，咱是毋是会当出淡薄力来关心伫咱所面临这个社会的处境内底？我相信这是时代的需要。这也是咱今仔日正做少年人伫少年教会中间，咱会当为着咱徛起的社会来出一点仔力，因为上帝是光，爱咱每一个基督徒正做真的光伫咱所徛起的所在。圣经安尼写，看黑暗夜坎大地，黑黑暗暗。夜坎万民，总是耶和华的光要照伫恁的中间，伊的阳光现在要出现照伫恁的身上。主耶稣也安尼讲，伊是世间的光，军队伊个就无行伫黑暗的中间，要得到生命的光。伫约翰福音第8章12节。那呢？耶稣咧讲八福了后，伫马太福音第5章，伊安尼讲：恁是世间的盐，是世间的光。人点灯无放伫灯头下，是放伫灯台顶，就要照光伫全家的人。恁的光也着照伫人的面前，通过恁的好所行，来归阳光伫恁天顶的爸。主耶稣伫遮不断咧提醒
咱今仔日受到成做上帝子民，咱就是一把光的灯。咱的生活、咱的行为、咱的行踏，的确会当带来祝福，伫咱徛起这个世代。咱会当对咱逐天所看的电视甲媒体内底，互咱所吸收到的所有，拢是负面的消息。最近咱通看见有一位先生伫婚姻的内底无重视，总是电视不断伫遐播，不断伫迄个所在咧播，敢若咧甲咱讲，这是足请影的代志。本来我真爱看好的电视，但是定定咱伫开电视了后，咱的社会媒体，互咱拢是负面的消息。我咧想讲，台湾敢无正面积极祝福的好消息吗？伫迄个内底，互咱看见咱社会价值观来扭曲咱，负面扭曲。伫咱的生命内底，伫逐天的新闻媒体内底，我相信以赛亚的先知的册，今仔日搁一摆提醒咱，是无咱徛起的世代是遮尔黑暗，总是要发上帝光，要照伫这个世代。耶稣基督的真光照伫咱，互每一个基督徒拢会当。伫咱徛起的中间，将黑暗转化做光明。有一个神学家奥斯卡·怀特，伊安尼讲：咱若敢若照做黑暗，也无效。逐天骂总统、骂咱的社会，这袂当帮助。不如咱点一支烛火，因为黑暗的本质就是黑暗。独只有光明会当拍散黑暗。这句话对咱有真大的帮助，因为黑暗的本质就是黑暗，只有光会当拍散黑暗。互我想起我伫细汉的时代，伫庄骹常常爱去钓鱼、钓五桂鱼，伫迄个鱼池仔的中间，总是五桂鱼上爱食豆棍啊。国语叫做蚯蚓，总是豆棍啊，要去对遐找。有一个所在，就是伫迄个鱼池仔边，迄个湿湿淡淡的石头下面，要找豆棍，就爱伫遐把石头掀起来，伫迄个石头下面捉一个豆棍，伫遐走来走去，走迄边，咱就赶紧手甲摕起来，然后会当去钓鱼。伫这个内面，我有一个真大的启示。就是这黑暗、垃圾的所在，常常是犯罪、假毒、色情、腐败的所在。这就是咱今仔日这个神学家甲咱讲，咱敢若咧照做黑暗，归去，咱点灯啊火，灯啊火一点起来的时阵，黑暗就拢会离开。这就是咱今仔日徛伫这个世代。那每一位基督徒，咱拢正做一支的蜡烛，照伫咱无共款的所在。咱相信黑暗袂较赢光，光会赢过黑暗。第二，咱伫怎圣经内底要三甲来思考，就是要安怎样来兴起发光呢？要安怎做？就点着水，也是讲美好信仰的蜡烛，就点到水美好信仰的蜡烛。咱会当伫圣经内底，我要讲起一个人，咱会当比较较了解，什么是点到一支水，也是美好的蜡烛伫黑暗的世代。我要用但以理这个人来甲咱做伙分享。但以理是犹大国的一个少年人，
伫这个国家差不多是约雅敬在位第3年的时阵，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王就军队拍来到伫犹大国的所在，将一群少年人掠到伫外邦巴比伦帝国。当时的但以理，也就是伫迄个中间，甲伊3个好朋友，拢是少年，有智慧、有聪明、敬畏上帝，佫会当解梦，会当看异象。当掠到伫外邦的但以理，伫迄个时阵，尼布甲尼撒王下一个命令，就是全国的人民，敢若会当拜国王那定，若拜人，也是神明，也是家己国家的神，拢爱掠到伫三黑的所在。伫这个危机的中间，但以理逐工开窗仔门，往伊的国家犹大国的耶路撒冷，跪伫上帝面前来祈祷。无拍算，这个代志，互王知影，王就下命令，违背命令的，爱甲迄落西亚迄的中间。但是但以理对王安尼讲：“愿王万岁！我是敬拜上帝，上帝的确差派天使，将西亚迄的喙甲踢掉咧。”当时王犹原将但以理ฮ็到伫三个迄个中间，果然这个狮已经真妖的狮，无甲但以理拆下落目。当时尼布甲尼撒王真袂放心，这个少年人会当甲伊解异象，会当甲伊解梦，会当讲起未来的代志。伊想讲，这个但以理毋知怎样啊，是毋是死去，也是搁活的？过无几工。王就赶紧派人甲西亚迄个坑甲拍开，甲但以理甲救出来，发现这个但以理还阁一丛好好伫迄个所在，就是讲伊还阁真好势，无互狮食去。就安尼，这个王知影，这个陷害但以理的人，拢是心存无好的，就将伊甲伊的某囝ฮ็落去西亚迄内底。要未到第三迄个中央，伫空中的时，狮就跳起来，甲因食死。这代志过了，到伫大利乌王就下命令，就新的一代尼布甲尼撒王了后的下一个王，伊也知这个代志，就保护全国的人民知影，讲愿恁平安。我要甲你讲，伫但以理上帝面前，我要摇摇喘。因为这个上帝是永远活的上帝，伊的国袂败去，伊的权能永远伫地，伊会拯救人，伊会保护人，伫天顶地位来行新约甲技术。整个但以理的册内底，咱看见但以理是受掠到伫外邦的所在，总是伊伫迄个所在。坚持对上帝的信仰，伊就点到水信仰的机会，来影响当时的国王，来宣布讲，这位耶和华上帝是值得咱敬畏的上帝，伊的国度永永远远伫地。但以理的性命就影响当时的国王，来带领所有人民来敬拜上帝。第二位，咱真熟的一个人，就是林书豪，已经足久啊，咱拢捌伊。伊嘛是一个台湾之光啊。伊台湾的之光，毋是讲伊真会拍球，是伊有好的信仰。当伊对哈佛经济系毕业了后，照讲伊会当去趁钱。当然，伊真爱拍球，伊的父母嘛无阻挡伊。几啊摆，伊想要入去 NBA 美国的球队来拍球，但是几啊摆受拒绝，因为拍篮球，若毋是黑人，就是白人啊。这林书豪是黄种人，伊哪有可能拍入去迄个球队内面？
总是伊受几啊摆受拒绝的中间，伊无失志，继续研究，继续研究，继续练，继续练。毋然呢，伊有好的信仰，用上帝话来自我激励。罗马书第5章，伊讲患难生出吞忍，吞忍生出老练，老练无抵到见效，会得到远望。伫迄个过程内底，伊苦练家己，训练家己，最后会当入去到伫一个 NBA 尼克队内面。总是伊每一届拍球拢真水真成功，伊无骄傲，将这一切成就，就是讲，若毋是我所有的partnership，我的同工，我无法度拍安尼球，将阳光归互伊的同伴。常常伫遐谦卑感谢上帝，这就是林书豪伫伊的一生内底掂到水信仰的智慧。亲爱的姊妹，有时阵咱讲，咱也毋是但以理，咱也毋是林书豪，这个人拢点遮尔大拍的火，上帝无拄拄咱爱点大拍的火，一支细细烛火就会当将黑暗拍散。伫这个时代，咱要安怎兴起发光，都是爱点到水信仰的智慧，来影响咱徛起伫这个世代的人。第二项就是咱的智慧会当继续光落去，毋是光一点仔囝尔，就是爱不断有充满的能源，迄个能源会当充满。基督徒要发光，一定爱充电。什么叫做充电？充电就是咱不断伫小事困难的摇花上帝面前，伫咱读圣经、伫祈祷、重视主日的礼拜。有真侪兄弟姊妹讲啊，主日的礼拜甲上帝请假2礼拜、3礼拜，请假1个月了后，就那关系去啊。充电就是不断甲小事能力的上帝来结作伙。我毋知咱伫咱的生活内底，即马天气真热，咱转去爱开电冰箱，爱开电风，爱开电脑，还佫真侪电的物件。迄个电的物件，若无插伫插头，伊就无迄个气力，互整个的冰箱、电风、电脑等等来发挥伊的功能。同款，今日我诚做基督徒，要互咱的灯火会当继续发光，就是咱爱真重视，甲咱的上帝每一天有亲密的关系。咱的教会伫拜3暗，也佫有其他拜1、拜5，咱拢有带咱读圣经的机会。这就是帮助咱会当甲咱的小事困难的上帝三角伫遐来充电，安尼咱才会当，互咱的电火会当继续发光。对属灵的角度来讲，就是咱的生命会当连接伫小事困难的上帝，互咱的光才会当继续发光。啊，若无咱的光是光者世界，光者世界。伫几礼拜前，我用以赛亚书第40章29节、31节，我嘛真爱这段圣经节。伊安尼写讲：上帝赏赐气力，互野善的人；伊赏赐气力，互野会善的人，就是少年人也会善，勇壮的人也会跋倒，总是倚靠上帝的人。伊就要得到充满的能力，还是讲充满的精力，伊会当亲像鹰鸟体色飞悬，行袂先，走袂呀。因为迄个气力的源头，咱若抓着，咱才有法度继续互咱的光伫遐来发挥。有一摆伫咱台湾南部鹅銮鼻
五南边这个所在有一个灯塔，伊互南边台湾海峡的船啊，拢会当看到这个灯塔。有一摆对希腊来一只船，要载这个集会，要到伫日本的所在，经过伫五南边的所在，在迄个时阵拄着风台。固定塔的想讲风台大概船啊拢休困啊，迄天呢，政府阁公布，大人拢爱休困，伊就休困。所以迄个灯塔的灯无光，意思对希腊来的船啊，就开，弄到即个五南边的所在，因为伊无光，甲伊指引方向，意思即个船啊发生真大的灾难。现在兄弟姊妹，光会当带领方向，即个光若暗去的时阵，就会带来一片的黑暗，甚至带来大的灾难伫咱的中间。发光的结果，咱会当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亲像以赛亚讲，咱会当兴起发光，发光会当带来什么款的祝福？就是咱无互罪恶较赢，无互扭曲的价值观较赢，会当带互人的是信心甲盼望。对属灵的观点来看，就是每一个基督徒，咱拢互基督的光来光照咱，所以咱会当光照伫咱徛起的世代。咱家己无法度做光，是因为咱不断互迄个光，耶稣基督是世间的光来光照咱，互咱的光也会当光照伫咱社会的中间。因为教会的存在，就是要成做这个世代的祝福。基督徒的存在，也就是要成做这个世代的祝福。咱伫台湾的宣教士内底，咱有真济这个宣教士，我真爱读宣教士的册。中间，咱伫台湾的中部，兰大必医师，伊是英国人，总是来到伫台湾中华这个所在来开设病院，来帮助咱台湾人。伫过去卫生无好，真济人破病伫遐来帮助。也有一个真感动人的，就是切肤之爱，就是当每一个兄弟，伊的身躯的皮肉烂去，这咱台北医师就切伊的皮肤来帮助这个兄弟。伫迄个中间，伫台湾的中部中华做真好的事工。伫北部，戴仁寿医师嘛是英国的外科医师，伊来到伫台湾北部的时阵，拄有这个麻风病、太过病伫咱的中间。咱的少年教会早前也捌互照顾这个太过病伫这个所在来治疗。后来因为需要照顾更较侪人，刷到伫北里的所在。特别一个真感动的故事，就是戴仁寿医师因为在照顾这个太过病的人，伊亲自甲伊的太太子宫甲摕起来，因为太过病的传染，伊无互这个太过病会当传染伫伊的中间，会当久长来服侍这个病人，伊就安尼来做。这人拢是点到台湾的灯火，成做台湾的祝福。可能咱亲爱的姊妹讲，我拢毋是这人，我拢袂当做这个代志。上帝甲咱讲，咱拢会当做光明的代志，伫咱徛起的世代。咱今年伫9月21到22号。有咱教会报道会，我真意爱，咱会当成做光的吸引者，会当互人邀请兄弟姊妹，邀请咱的厝边，互因有机会来认捌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有一句话安尼写，讲一人一点力，双人靠有力；一人一点光，
互相连搁较光。这句话安尼好唔好？这句话真好。讲一人一点力，只要你出一点点仔力就好，你就会整个的相连教会成做一个有气力、通传福音来牧养的教会。一人一点仔光就好，你免像这真伟大的人发大光，当然来当安尼上好。若要使节，咱至少会当点一点仔光，一人一点光，互相连教会搁较光。来照伫咱徛起伫台湾、北台湾整个台湾的社会内面，因为黑暗夜看大地，黑黑暗暗夜看万面。咱若敢若就做黑暗，袂当改变。只有这样代志，就是咱会当成做光的化身。以上来讲，当犹太国人民会当兴起发光的时阵，就各国的囝儿拢会就近这个所在。也就是讲，光是有吸引力的，光是一个吸引力，也是一个影响力。咱正上帝的囝儿，拢要成做一个有吸引力、有影响力，互人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上帝。阿们嘛。上帝赐予咱7月头一个主日，也是以赛亚书第3以赛亚书的结束。咱刷落去，咱要继续读耶利米的先知的册。上帝来帮助咱，搁一摆通过这先知的册来激励咱，互咱拢是耶稣基督的光，伫咱的世代。成做一个见证人，来影响这个世代。让心来祈祷，主阮的上帝，愿伫你面前来仰望你的恩典。搁一摆通过以赛亚先